如果你有產品，我就可以幫你喺線上做銷售，可以幫你做直播，幫你帶貨，可以幫你變現。我哋做個人 IP 之前咧，一定要先定好嗰個商業模式。你呢個商業模式定好咗，你先至能夠開始去做推廣。例如賣產品，你係咪先要諗好點樣生產、註冊公司、註冊商標、考慮物流、考慮包裝、考慮品牌？但係我發現好多客戶後邊乜嘢都冇嘅。做一個人 IP 會有流量啦，會有粉絲啦。咁流量同粉絲，你係諗住點樣去轉化呢？呢啲嘢其實你喺做之前就應該係諗好咗嘅。所以我哋同其他公司唔同嘅，我哋同你拍視頻、同你做剪輯前，我已經諗咗你嘅後邊，你係要做啲乜嘢交付，做咩結果，成個商業嘅系統已經係建立好一套完整嘅系統。如果你有產品，我就可以幫你喺線上做銷售，可以幫你做直播，幫你帶貨，可以幫你變現。呢個就係最直接嘅營銷結果啦。我哋做好咗 marketing 之後咧，銷售嗰部分佢就係非常容易做嘅。幫我點個關注啦，你就係自己人啦。後面仲有更多嘅獨家資訊分享俾你哋。